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Vincent，今日嚟到咗惠州半海雲山嚇，可以睇下呢一個景觀有冇吸引到你呢？嗱，半海雲山呢一個盤呢，就2020年呢就開盤到依家呢，之前呢有賣大平層啊，斷咗有1-2年嘅時間啦，今日呢同大家介紹翻一個呢邊嘅一個豪宅大平層嚇。呢一個屋苑呢，其實咧交通嘅話都好方便嘅，因為佢有啲屋苑嘅巴士啊，響山林海，即係二期嗰邊咧，可以坐到翻蓮塘口岸或者話羅湖口岸嘅。車次咧亦都比較密嘅，票價亦都係只需25蚊一趟啊，個零鐘嘅1個小時，大概15分鐘左右啦嚇，就可以翻到深圳啲口岸，你就可以翻香港啦。嗱，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咧就234平方。一個露台咧，足足30個平方，29點幾，接近30平方啦。長度9.3米，闊度啊去到3.1米，就可以用恐怖如斯嚟形容下呢一個露台嘅話就非常之大，再加埋襯托，再加埋一個3.15米層高嚟襯托話，你顯得成個單位咧呢一個露台咧真係哇！反正你第一感覺嚟到呢一度咧，就係真係個露台大，而且而家個價錢咧就非常之筍嚇，而家只需要7500蚊1平方起就可以買入呢一個咁樣嘅景觀啦。嗱，歷史影師俾大家睇下呢一個樓盤，仲有一個非常之靚嘅風水位啦。佢有2條生脈嘅，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個咧就左青龍，係啦，右手邊呢一度仲有條右白虎，然後前邊呢一度咧有個湖。其實呢一個湖景呢係好大嘅，因為我哋而家距離佢嘅佔地面積有300畝咁緊要嘅。由於今日呢就落雨啦，就個天氣呢就麻麻地，但係依然呢抵擋唔到佢望出去嘅呢一個山景。其實呢，如果天氣好，仲可以望到海景嚇，望到十里嗰度。嗱，我哋而家嘅話其實就響十里銀灘3期嘅後面啊，大家見到啲樓未啊？我哋就響呢一個位置。喺呢一度呢就山清水秀啦，係啦，今日咧就事不宜遲，同大家介紹翻呢一套大平層嘅單位先。嚟，我哋詳細咁樣同大家介紹下呢一套單位啊嚇。首先咧，呢一度有個 lift，大平層肯定追求嘅要咩咧？我認為咧就肯定係隱私性，係咪先？同埋咧佢嘅一個舒適性嗱，呢一個 lift 專梯入戶，我哋叫做呢一個電梯，然後呢一度咧就會有個公共位嘅地方，呢一度你自己可以用嘅冇其他人同你爭噶啦，你亦都唔需要考慮話同隔離鄰居嗰啲感情啊各方面嗰啲一翻嚟呢一度咧就係嗱，呢一度呢一個大門交樓咧就係子母門啦。如果你要交樓標準嘅話，當然啦我哋而家嘅話就可毛坯，亦都可以咧帶裝修，睇你個人嘅一個選擇。入嚟呢一度咧可以做翻一個呢一個櫃啦，係啦。我哋首先一入嚟咧佢有一個最大嘅亮點就係乜嘢咧？就係佢成個餐廳同埋客廳咧都係一樣大細嘅。呢一個咧就係佢最大嘅賣點咧。通常而家大陸好多啲平層大平層好啊，佢餐廳會縮細啲嘅，會窄啲嘅。然後呢邊咧就會闊啲，而呢一套單位咧，成個鏡頭可以睇到咧，成個餐客廳咧係同樣大細，所以咧成個廳咧都係四正正唔會話有細位大位嗰啲嘅成個開間去到6米幾6.3米嘅一個開間，所以咧就非常之大氣。呢一度咧就廚房啦，入嚟可以睇睇。都係一個 U 型嘅佈局啦，同埋呢一度咧可以擠雪櫃位。如果可能有啲觀眾朋友會覺得呢個廚房細咗嘅話，其實可以微調嘅呢一度咧可以咁樣延伸出嚟，多咗呢一橛嘅空間，即係呢個櫃呢度個空間都 OK 嘅。你再將個餐台咧就移翻過嚟呢一個位置咧，都係 OK 嘅。呢一度咧成排呢一個成個酒櫃響晒呢一度，細露台。都係人哋嘅主露台咁大啊！呢間單位就真係緊要啦嗱。呢一個咧就南北對流嘅，
夏天係最理想啊！呢種戶型住起身嘅話就，咁啊呢一度咧就晾衫啦，同埋嗱擠洗衣機啦，呢一度搞翻咗個星盤啦，嗰啲搓衣板啊各方面咁樣用起身咧都比較舒服啊，合理啲嘅，同埋係啦，咁啊呢一個234平方5房3廁，佢會有2個主套嘅嚇。咁啊一入門嗱呢一度咧就入門，然後呢一個就係第一個嘅套房啦。咁啊2個套房咧就分開嘅，即係隔得比較遠，咁樣咧亦都比較好啲啦嚇，住起身嘅私密性各方面都比較好啲。嗱，咁啊呢一個咧就套房嘅洗手間啦嚇，呢度咧就星盤啊各方面嗰啲係啦。咁啊再睇翻呢邊嗱，同樣佢嘅景觀都係好靚嘅。成間房都係南向嘅，都係啊。咁啊呢套單位咧，佢嘅朝向咧都係南北嘅，坐北向南。而呢間房咧亦都係向南，所以佢嘅整體嘅一個視野同埋採光咧係唔會話差到去邊度啦。而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啱先開頭嘅呢一個露台啦。你試諗下，坐喺呢一度啊，然後咧〜嘆翻杯咖啡，再睇埋呢一個景，可能個咖啡咧都甜多幾分。係啦，嗱，哇！真係原來單位大住落嚟係呢種感覺㗎，舒服。咁啊呢邊咧會有4間房同埋一個公共洗手間啦嚇。係啦，我哋第一個嗱見到呢一個咧就係公位啦，公共洗手間嘅位置係啦。咁啊呢邊佢示範單位咧就做咗一個書房，其實咧最合適咧就愛嚟做健身係最好嘅，睇住個海景，你係喺嗰度咧搞啲瑜伽好啊，或者話咧舉啞鈴啊各方面啊，睇住呢個景咧都幾正下嘅，其實嚇係啦。咁啊我哋再去睇睇另外呢幾間房嗱，咁啊呢度第一間可能咧就啲清潔姐姐咧可能喺度搞緊衞生啊，係啦，咁啊其實咧佢呢一度咧就邋遢遢米，反而佢而家咁樣咧會睇得更清楚啦。呢啲全部都係木嘅，下邊作為收納，上邊瞓人，呢一度咧有一排櫃過去，咁樣咧你會令到成個空間咧更合理去利用到啦。即係唔使話好牙位啊嗰啲咁樣，呢個咧就係啲女仔房嚟，應該整到佢粉紅啊，係啦。咁啊再過到嚟呢邊，嗱呢個咧就男仔房啦嗱，一眼又睇到，因為有好多啲擺咗啲汽車嘅模型啊各方面。咁啊呢間咧就南向嘅，呢間同樣都係睇出去景觀啊，都係冇遮擋嘅，睇晒綠油油嘅一個景觀同埋個湖景。係啦，我哋最尾咧，肯定要嚟到呢個主人房啦嗱，哇！呢個主人房咧，大家話要用啲咩嚟形容啊？喺大灣區買翻一間呢啲咁樣嘅單位，攞嚟度假或者退休係嘛，真係正啊！最主要咧，呢一塊大玻璃嗱，睇下雙層中空隔音玻璃，望出去嘅景觀。乜嘢遮擋都冇，而且咧嗱呢個主人房呢一個咧就唔係衣櫃嚟㗎嚇，唔好呢度咧佢做咗係一個酒櫃嘅，而衣櫃咧係向呢邊啊嗱，咁啊呢度成排向呢度過嚟呢度咧仲有個窗台位，哇大到不得了，咁啊呢一個主套咧比個公位咧仲要係大得多。咁啊，佢呢個示範單位咧就冇做浴缸嘅嗱，其實咧你呢一度擺翻一個浴缸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呢個位置呢度沖涼啊，企2個人都得啦嚇，2夫妻一齊喺度沖下涼，增進下啲感情，哇！呢個感覺嚇嗱，呢一度咧就平時洗牙攞面啊各方面係啦，呢一個234平方5房3廁嘅單位，伴海雲山惠州。咁啊，都係屬於大灣區，唔知大家對於呢一個單位覺得如何呢？歡迎大家評論區留言下。咁啊，如果你有時間想過嚟實地考察下，我哋喺深圳嗰個地方亦都有免費專車接送大家嘅，歡迎大家隨時聯繫我嘅。好啦，我哋呢一期呢就介紹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